就讲恶作剧无要紧，消防掠去关哟。新北市南口有3个少年呢，赶这个小鬼仔壳塞车，看到路边的高中生，就拍开车窗，甲话讲车顶有 WiFi 的网络，问这个学生要就车无？这学生是惊一个半小时，随踪转去厝，甲爸母去报警。无到2点钟，就掠到人咯。其中2个阁是未成年的高中生。因讲，因只是学这个网络影片来恶作剧，想袂到会犯法，即摆方用妨害自由罪来移送。画面中，这个高中生伫路边伫行，边仔有一台黑色轿车，副驾驶座有一个人，伊将门拍开，这个人有挂一个白色的小鬼仔面，对这个高中生大声地话，这个高中生惊一跳，赶紧走。然后看到他们会转，不知道什么，他就突然打叫我说，叫我上车。小孩子而已啊，你对就这样子来恐吓他，还是怎么样？不晓得啊。唔知倒位来轿车，车顶的人佫挂一个小鬼仔面，这款行为真奇怪。这个高中生惊到了，赶紧走转去，甲因老爸老母讲，大人烦恼讲，这个人会对伊的囡仔下手，铺上网络通知附近的住户，同时报警处理。当时嫌犯就是像这样坐在车上，对路过的国中生说：“车上有 WiFi， 要不要上车？”也就是这行为可能触法。据范闲供称，是因为无聊想模仿 YouTube 影片，恶作剧随机吓人。那目前全案依妨碍自由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。虽然他是说是一种恶作剧啦，可是实际上他就让一个未成年的这样子的子女，很可能会脱离他原本父母的监控，因为他想把他拉上车，想把他带走。那这种状况在法律上会构成刑法240条的合诱罪。警方抓到3个人，其中2个阁是未成年的高中生，因讲是学网络影片随机塞车恶作剧，验过这所谓的恶作剧已经共惊到啊，毋然好这大人住户真烦恼，嘛，互因本身已经犯法啦。